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3章23节到14章23节，加拉太书第6章11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实践。基督徒总是祷告求上帝的保守，但有些人却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只想能够伸手白白地领取上帝的救恩。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所领受的十诫，上帝透过他颁布许多诫命，不是为了要放在那个约柜里面，而是要人去实践的。保罗不听神人撒母耳的交代，违背了规范，得罪了上帝，因为他们没有实践应该要遵守的命令，上帝就收回了给他的赐福。圣经记载中，以色列人的胜仗，甚至时常以寡击众的这样的情形，都是因为他们遵守了上帝的命令，实践了人与上帝中间的约定。撒母耳记上卷13章23节到14章的23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非利士人派一支军队去防御密抹隘口。有一天，约拿单对替他拿兵器的青年侍卫说：来，我们潜入非利士人的营帐去。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。这时扫罗正在基比亚的郊外，在米基伦的一棵石榴树下扎营，跟随他的大概有600人。没有人知道约拿单离开了营地。约拿单要潜入非利士人的营帐，必须经过密抹隘口。隘口两边有2座巨壮的大岩石，一座叫做波薛，一座叫做西尼。一座在隘口的北边朝向密抹，一座在隘口的南边朝向加巴。约拿单对他的青年侍卫说：来，我们潜入那一些未受割礼的人中间的营帐去，或许上主会帮助我们。如果他帮助我们，谁都挡不住我们。不管我们人数多少，他一定使我们胜利。那侍卫说：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跟着你。约拿单说：好吧，我们过去，故意让非利士人看到我们。如果他们要我们留在这里等他们过来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。如果他们要我们上去他们那里去，我们就去，那就是上主要使我们得胜的记号了。于是他们故意让非利士人看到他们。非利士人说：瞧，有希伯来人从他们藏匿的洞里出来了。他们就对约拿单和那侍卫喊话：上来吧，我们有事要告诉你们。约拿单对他的侍卫说：跟着我爬上去，上主已经把他们交给以色列人了。约拿单爬上隘口，他的侍卫跟着他。约拿单击倒非利士人，侍卫杀了他们。在第一次的突击，约拿单和他的侍卫在1/4公顷的区域内杀了20人左右。所有的田间的非利士人都惊恐万分，防卫兵和突击部队也都丧胆，地震动，一片恐慌。扫罗的哨兵在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看见非利士人慌张奔逃，扫罗就对他们说：清查军队，看看谁不在。他们点了，查出约拿单和他的侍卫不在。扫罗对祭司亚西亚说：把以弗得捧来。正当扫罗对祭司说话的时候，
非利士人营帐越来越混乱。扫罗对祭司说：“我们来不及求问上主了。”于是扫罗率领他的军队冲进战场，攻击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一片混乱，互相残杀。有些投靠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就一直在他们的营中效劳希伯来人。现在回转过来参加扫罗和约拿单的部队。那些躲在以法莲山区的以色列人听到非利士人逃跑，也都出来追击他们，一直打到伯亚文的那一边。那天上主救了以色列人。上帝救了以色列人，是因为上帝实践了他的应许。人们也应当听从上帝的旨意。实践在圣灵降临节以后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信仰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实践，有了实践才有见证。保罗在给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勉励当中提到的实践的重要性。他从坚持犹太割礼、强迫人接受律己的人谈起。他说到这些人口声声说要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但是自己却不见得去遵守，没有实践的能力。这就提醒了基督徒信仰应当实践的重要性。加拉太书第6章11节到18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你们看，这些大的字是我亲笔写给你们的。那些喜欢在外表上炫耀的人，就是勉强你们接受割礼的人。他们这样做，无非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。其实连那些接受割礼的人也不遵守法律，他们勉强你们受割礼，为的是要夸耀你们在外表上的仪式已经屈服了。至于我不夸耀别的，我只夸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借着这个十字架，世界与我们已经定死了。我与世界也已经定死了。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都算不了什么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。愿所有遵守这原则的人和一切上帝的子民都同样得到平安和怜悯。从今以后，别在这些事上找我的麻烦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伤痕。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大家。阿们。这一封书信是提醒了我们信仰实践的重要性，求主也帮助我们成为实践者，成为好的基督徒。诗篇53篇，人的邪恶。狂傲的人自言自语，没有上帝，他们都腐败了，做了可厌恶的事，连一个行善的人都没有。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，要看看有明智的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他的人。可是人人都背离他，个个同样的腐败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上帝发问，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？他们吞吃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，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，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因为上帝要杀灭他的子民的仇敌，他弃绝了他们，使他们失望蒙羞。愿以色列的拯救从西安来，那时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。雅各的子孙要雀跃，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。
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成为一个有实践能力的基督徒，能够容身一人，见证主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